Wayme 呢個 app 啦，咁佢主打係一個安全為主題嘅一個行山 app。如果你行山人士佢出事嘅時候，可以即刻 send 到一個位置俾佢緊急聯絡人。咁呢個情況其實多數都係因為佢哋打唔到電話報警，咁所以如果佢哋嘅家屬可以即時有個位置嘅話，咁佢哋同999報案中心聯絡，就提供一個位置，咁我相信係對成個救援行動啦係會有幫助嘅。行山人士首先第一樣嘢，如果你係自己一個人獨行嘅，咁其實你嘅失蹤機率會已經係高好多㗎啦。最好就係同屋企人交低你行乜嘢路線，咁然後如果有呢啲行山 app，譬如 Wayme 咁樣，佢係可以幫你做一個後備方案嘅，可以俾你家人知道你嘅位置嘅。咁我都覺得係值得使用嘅。咁但係最主要就係你要有一個意識，就係自己一個人行，你失蹤嘅風險係會大好多嘅。係，咁我當然係其中一個大事啦，因為嚟緊我會有一個重大嘅挑戰 Project Endless 冰島係會用呢個 Apps 嘅。所以有幸嚟到參加今日嘅發佈會，有唔同嘅 Apps 咧，多啲選擇俾啲市民咧，係因應佢哋嗰個佢哋個 adventure 嚟選擇一個啱自己嘅 App， 所以多都係好嘅。而今次我用 Wayme 咧，主要係第一佢係可以喺一個冇信號嘅情況下，都可以俾啲人睇到我嘅位置。第二就係冇信號情況下，我可以發送個簡單 SMS 俾我嘅 emergency contact person， 咁令到我喺呢個未知嘅冰島嘅環境咧係更加安全嘅。咁另外咧，其實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幾中意呢一個 Wayme 嘅平台㗎，佢幫我係即係寫咗一個關於個挑戰嘅內容，同埋設計咗一個平台，等啲人更容易去 follow 呢件事，所以令到咧呢個挑戰嘅參與度咧係更多人可以睇到嘅。所以有平民版，亦都有啲重大挑戰版咧，佢可以係為 tailor make for 呢啲挑戰咯。